那个新年强日，伫北美洲吼，过年实在敢若无啥气氛吼。明仔载还佫爱上班，啊有诶还佫去学校。阮旧年即阵啊，阮伫台湾过年，真正是足有气氛诶。总是吼，咱台湾人吼，一年有2摆过年啦，一摆新历，一摆旧历。我会记得我细汉诶时吼，新历诶过年，敢若迄阵啊，佫咧上课嘛，啊，拢是期课伫要到啊，上紧张诶时，啊，无啥物新历过年，拢无啥物气氛。咱台湾人较注重旧历诶过年。我会记得我细汉诶时候，阮阿嬷拢甲伊讲，即马过年吼，逐项拢新诶，所以你吼，你爱叫我着足贱诶，着叫我袂使贱，安尼爱改，对过年开始吼，咱英语号做叫我做迄个 New Year Resolution， 新年诶决心啦。新年诶决心我嘛有嘛，要开始写日记呢，写无几日就无写。真侪人做即个代志吼，咱新年诶是，咱台湾人敢若是拢新春感谢礼拜了，有围炉，啊，佫有摕过年钱吼，啊，正月初一，我会记得我囡仔时讲正月初一吼，我用钱拢毋免问阮爸母，有迄个过年钱吼，我要安怎开拢会使，敢若迄日会当安尼做尔，剩诶拢袂当。所以新年新开始，迄印象真深啦。我今仔日即篇讲道吼，恁一定会感觉讲你是要讲啥？即篇讲道吼，是我伫台湾诶，是10几年前，所以即篇是旧诶讲道。10几年前，有一间教会上联团契吼，请我去讲。啊，我定即个题目，用即个圣经，我下骹写一个吼。三甲学习做可爱的老大人，我迄个题目的下骹吼，三甲学习来做可爱的老大人。我看咱遮大家吼，包括我在内，这个讲道应该是会下咱听啦。啊，咱吼今年新的年明仔载后日要开始吼。咱大家来做伙来做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， 三甲来学习，啊，毋是对我学习，咱对圣经来学习，做可爱的老大人，互人欢喜，互上帝欢喜，吼，咱来三甲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伫即个新年的时，阮真感谢你，伫过去的时间照顾阮。阮也少年伫台湾，阮的亲人朋友，因真欢喜的中间有疫情真严重，阮遮嘛共款。主，阮恳求你的怜悯，伫即个世界，互即个病毒紧紧过去。阮即个时阵要三甲对你的话来学习，阮要安怎生活？恳求你通过劳保的嘴，用你的话教示阮。祈祷奉耶稣名，阿门。假使你若将一本圣经吼对安尼中甲掀开吼，掀开，你大概会去掀着诗篇啦，因为诗篇就是上中。我感觉当时伫编圣经的人吼，真了不起啦，因为诗篇拢总有150篇，是圣经内底第一大本的一本册。啊吼，伫即内面所记的是有人的祈祷，描写真侪，拢是咱生活上会拄到的代志。伊所描写的遐个物件，咱到今仔日拢还佫共款咧经过。人生的酸甜咸苦，拢总伫诗篇的内底。诗篇大概会当分出三大类啦。我伫想讲后礼拜开始吼，2月几月日我要讲道，拢要来讲诗篇，所以我换顺即个机会，甲咱大家小可互恁知影诗篇是啥物物件。诗篇大概会当分出三大类，头一类是哀乐的歌，
诗篇有真济，咱拢知影，叫咱着爱感谢上帝，着爱学乐上帝，因为伊恩待咱。上出名就是伊的让上帝恩典，伊的信息教万世代有关。咱学乐上帝，有真安静的学乐，亲像伫诗篇第25篇第1节，作诗的人讲：耶和华啊，我的心神仰望你。这是真掂哦，真轻的。啊，嘛有真闹热，亲像诗篇150篇6节的中间，逐节拢叫咱着恁着学乐上帝。有学乐的歌，过来有肯定对上帝信靠的诗歌。作诗的人拄着困难的时，表明因对上帝的倚靠甲信心。譬如讲，咱真熟的一节圣经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这是伊对上帝的信靠。是伫迄个诗篇46篇第1节，上帝是阮得胜的所在甲快乐，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这是作诗的人对上帝的信靠，因的信仰的表现。也搁一个是对上帝哀怨，甚至对上帝 complain。今仔日咱读这个诗篇，都是这类的啦。这款诗篇反映咱伫人生的内底所拄着的艰苦。有时啊，咱感觉所拄着的代志，要学乐，要感谢，实在学乐也袂出来，感谢袂出来，真艰苦。有时啊，咱知影讲上帝是咱的倚靠，啊，毋过拄着艰苦的时，感觉上帝离咱足远。作诗的人讲，上帝，你毋通黄面毋看我。咱有时会感觉上帝黄面拢看咱。因对上帝哀求，甚至问上帝讲：啊，你是要偌久？你偌久才要看我？对上帝即款 complain 安尼吼。咱今仔日读诗篇102篇，是即款的诗篇。这个诗人一开始，伊甲上帝讲：我伫危急的日，毋通黄你的面毋看我，求你压耳空听我。伊感觉上帝无咧听伊的祈祷嘛？你捌有即个经验无？你有困难的时，真歹对人讲，啊要对上帝讲，感觉上帝也无咧听。伊搁去讲，因为我的日子亲像火熏烧线。我的骨烧亲像火中的柴，我的心受伤，孤单亲像草，我拢袂顾得食。艰苦甲连食饭都食袂落去，伊拄着啥物代志，伊无讲，咱毋知，总是伊是真艰苦。了后，伊用3只鸟啊，伫甲上帝讲，伊的情形是安尼，真趣味的譬如吼。伊讲我亲像旷野的提乌鸟，亲像趴远的所在的暗光鸟。我规暝无困，也亲像厝顶孤单的赤鸟啊。咱来三角看这3款诗人是安怎用这个？伊的问题咱知，伊真孤单，伊真无依偎，连感觉上帝也无爱插伊。啊，是安怎伊用这3只鸟啊？头一个吼，伊有迄提乌鸟吼，提乌鸟吼，提乌鸟，伊讲是旷野的提乌鸟，旷野的提乌鸟是足悲哀的呢。提乌鸟是掠鱼的鸟啊，伊应该伫水边啊，伊无应该伫旷野，敢是？伊伫旷野吼，大概前途无量的，光亮的亮吼，前途无量。真正你一只提乌鸟，我毋知影即个作诗的人是伊的想象讲提乌鸟伫旷野的提乌鸟，还是真正看到一只旷野的提乌鸟，咱毋知。总是伊所描写的是，即只提乌鸟
伊大个所在带毋对啦，敢毋是？大个所在带毋对。我伫牧会中间吼，真济摆拄着迄个年老的乌子桑啊、乌巴桑吼，伊个囡仔感觉伊袂当阁带厝诶，都爱去nursing home，足艰苦诶呢。伊住伫伊个厝吼，啊到有一日，伊家己嘛知影安尼过落袂使，伊袂当家己住，伊要搬入去住nursing home。咱台湾人诶中间，至少我捌咱诶中间，咱抑阁无即个代志。总是有可能会拄着，对一个新熟诶所在，要搬入去一个无清楚诶所在，迄需要适应。你若适应无好，你就敢若感觉是提乌鸟伫旷野，大个所在毋对。毋是咱无爱去，毋是咱台湾人无爱去那什么名，白人嘛无爱呢。我有一个朋友做牧师吼，伊讲一个故事我听。伊讲伊甲因小弟两个吼，感觉因老母袂使阁家己住，所以有一日因小弟来伊遐佚佗吼，啊伊甲因老母约好，啊讲迄个礼拜下昼要载因老母出去安尼赛车。阮两个兄弟啊拢去讲好啊啦，伊去附近吼看倒位有nursing home吼，拢去看，两个拢去看好啊，想要带因老母去看迄nursing home。啊！才甲因老母讲，你敢无要家己要搬入去遐住？你家己一个住实在无安全。两个拢想好啊，载老母出，因老母坐伫后壁，两个兄弟坐到头前，就开始讲，啊，就去看。说啊，即间女生讲，即间是啥？咱入来看卖，啊，就入去看。啊，看好啦。啊，伊拢甲女生讲好啊，女生讲嘛通带因去看吼。啊，因老母对伫因后壁，拢点拢无讲话。啊，因两个直直讲讲，啊，去看几若间了。伫咧车底要转来时，因两个兄弟也讲：“Mom，what do you think？ 你感觉这安怎？你知因老母甲讲啥？拢袂歹啦。恁两个爱搬遐大，我才来甲你看啦。”我甲伊讲哦，恁老母要免去乱人生哦，跳开还阁真清楚。咁个啊，因因为总是吼。爱适应新的所在，无拄拄是老大人的问题啦，真诶。少年人嘛呢，少年人嘛需要呢，为着就业，为着生活，等于为着健康，还是读册，伊爱离开伊真熟的所在，去适应无熟的环境，因为迄嘛是一款真艰苦的适应呢。有影啦，少年人要适应可能较紧。总是年岁愈来愈大，要适应愈困难。过落去做事的人讲，伊亲像趴远的所在暗光鸟，暗光鸟吼，英文的圣经是会做鸟头鸟啦，吼。我嘛毋知影，这做事的人是安怎讲伊是鸟头鸟。是毋是暗时啊困袂去的时，有听到鸟头鸟咧叫？哦，啊，总是我知影伊伫描写伊真孤单即个心境吼，伊是安怎用鸟头鸟？我想真久呢。天乌鸟伫空野，我真简单，我知影。鸟头鸟是安怎？到尾我想着，因为你看人迄画图吼。迄个鸟头鸟，老师拢用鸟头鸟画，你们哲学家嘛拢鸟头鸟，拢用哪个？鸟头鸟表示有学问的人，会咧教人的人。鸟头鸟，伫迄个趴远的所在，鸟头鸟，鸟头鸟吼有学问，伫趴远的所在，拢无别人伫遐。伊要教人嘛，无当教呢，因为这是一个人，伊真有才调，总是无人会晓欣赏伊的才调，敢是安尼？我规巴肚拢学问，要讲互恁听，恁无人要听，因为真艰苦呢。中国话叫做怀才不遇，我。遮尔有学问，恁逐个袂晓欣赏我，
我要甲恁分享，恁无人要听，因为真艰苦呢。这吼，我哪爱适应呢？有啦，若是你还阁少年的时吼，你有才调，总无人会晓欣赏你吼。我爱想两项啦，头一项是敢有影你真有学问，啊人袂晓欣赏，安尼这人毋对啦。毋过袂解决你的代志啦。搁一项吼，敢会你伤过孤僻，你伤过骄傲，你无朋友嘛？你搁较有才调嘛，相款啦。我会记得我退休以前去摕课吼，阮有一个老师甲阮讲，恁做牧师吼上要紧，爱甲会友会真好。你搁较敖讲道吼，你若甲会友袂合吼，你的讲道因袂来听啦，你毋免讲啦。有影，这有影，因为怀才不遇吼，咱有时爱检讨家己。总是老大人咧，老大人的怀才不遇啦。我看真济迄落退休的人吼，因以前做主管吼，啊会当大细声话大话细吼，退休了拢无人要找伊啊。啊若伊若毋是真好主管吼，遐人靠伊袂紧离开，啊嘛是安尼着煞。你搁较有才调着共款啦。我有读到一句话哦，一个老大人讲的，伊伫 nursing home 内底吼，啊坐倒拢无人，伊都迄网内下骹写伊咧想的啦，讲以前定定来办公室吵哦，遐个人即摆自动走去倒去。伊以前咧上班哦，但真侪人来找伊，啊伊安尼无闲哦，这坐遐久，毋紧走，即摆无人要来找伊坐遐久，毋知。因为我感觉咱伫遮吼，咱看到怀才不遇，老大人嘛安尼，敢毋是？所以我看台湾长老教会创迄个上联大学吼，我足学落去因毋知啥物人开始的吼，即退休的拢伫遐上课，啊拢有摕学位安尼呢。啊因哦毋免去外口请伤济师资，因为因家己内底真济专门的人退休的人，因会使做讲师来教，真聪明的做法啦。最后，这个诗人讲，伊真像厝顶孤单的赤鸟。厝顶孤单的赤鸟是啥物意思？你知影赤鸟安夹伫草，厝顶孤单的赤鸟啊，是安尼感觉，互人放松，无人去注意到伊。伊直直叫，直直叫，无人在听。毋是亲像迄落鹈鹕鸟安尼，遐尼大只，啊嘛毋是像猫头鸟遐尼有学问，不过是一只赤鸟啊。伊感觉伊伫厝顶伫遐咧吼，伫遐咧下骹交通逐项。伊伫遐搁较着啥嘛，无人咧听。伊无互人尊重啦，伊互人放杀。我感觉吼，这是阮遮退休的牧师真大个问题，你知无？因为我家己做牧师，啊，我退休即个话，我会使讲，啊，你毋好去后壁讲啊。阮遮退休，阮牧师吼，一生讲30、40年，拢咧讲互听吼。会退休了吼，大半个人拢，我实在是真好运啦，还佫会当讲道，无拄逐个拢安尼呢吼。我真正真感谢啦。真济吼，我咧讲，我拄仔转去台湾的时候，我转去台湾，逐个敢若听着讲我是加拿大退休的牧师，遐个少年拢毋敢来甲我讲话呢，逐个拢话要惊要死，拢袂甲我讲话。啊，我嘛迄一个时阵嘛足孤单的呢，一个时阵嘛足孤单的。
到尾因甲我较熟悉了吼，甲我做好朋友。迄伫事务所，逐个拢叫我一哥，你敢知？张信英拢叫我一哥呢。一哥牧师，你去甲讲一哥，我甲因变足好诶朋友啊！我头一转去了，头一摆参加总会吼，我有影目睭拢开开。遐退休诶牧师吼，因普通，因有请因来做义工啦吼，请因去原来来参加总会安尼，因为因做义工就请因去参加总会。迄去到地吼，拢甲人教讲，你这桌啊，毋着安怎摆？我恁摆拢安怎摆？安尼你知？我靠！我毋是无爱甲因讲啦，我毋知影要安怎讲，因为我离开台湾30-40年，我毋知影恁摆安怎摆。我若知，可能我哪会安尼啦？人拢甲因讲，甲遐少年的吼，毋知要安怎。尾仔一个少年人讲牧师，阮实在头壳足疼呢。要甲因应话，佫歹势吼，因是退休的牧师。阮这逐项代志拢用电脑做出来，来到地逐项拢袂使，拢叫阮来佫顶改。因为迄厝顶的只鸟敢毋是？迄厝顶的只鸟啊，代沟吼，即项是 generation gap 存在啦，有影安尼。咱袂了解少年人，少年人袂了解咧。我想我家己过去的日子吼，我少年的时候，伫教会内底的长老也是咯，阮定定少年人要讲的即个老的吼，头壳拢转袂开。恁捌无？我相信恁嘛捌。恁拄着的是，毋知当时吼，咱活到一个年岁时，看到转去换落讲，即少年的时代拢袂使。即落用安尼袂使，逐项拢袂使。我一摆吼，即我家己讲，我一摆得到我的刚来牧师，我还袂退休，我咧讲话，得有过来的牧师吼，会出代志，我咧甲因讨论啦。我讲即少年的时代，一个牧师甲我讲：信呢，你好退休啊啦，讲啥啦？你开始咧批评少年人啊，你爱退休啊啦。因无毋对呢。无毋对呢，认为咱爱真细致呢。咱定定，迄个代沟吼，咱少年的时，咱批评老岁仔。当时咱到一个会时，咱无感觉哦，活倒转来咧批评少年人。因为这真厉害呢。我对这个代志了，我足注意，我家己足注意。我若互少年人满意的所在，真正是安尼。即老人吼，伫讲因偌有经验吼，恁捌听一句话无？我食盐较济你食米，我过桥较济你行路。你想即句话谁讲的？即句话是迄个伫厝顶孤单迄只赤鸟讲的啦。我食盐较济你食米，我过桥较济你行路。因为世间无即落物件啦。你若真正食盐较济，我食米吼，你大概咧洗腰子啊？你感觉？你袂徛在遮唱秋啦？敢毋是安尼？抑佫有吼，赤鸟啊！你若看到赤鸟普通时拢规群。即只赤鸟啊，真孤单，伫厝顶无人插伊，无人听。因为诗人用即三款鸟啊，吼，对咱有啥物？无论是，迄落会感觉互人无尊重的人无爱插伊，迄毋是老人会安尼呢？咱少年人嘛是会安尼。要安怎？咱要安怎？我要用圣经的信用来甲咱三甲分享。我有受着2字吼，迄个一字吼是孤独啦吼，另外做 loneliness， 佫一个是独处。我袂当找着较好的翻译啦吼。我去顶字典，独处甲隐居或solitude，孤独甲寂寞。
loneliness。什么是孤独？什么是独处？孤独是你家己一个，亲像这个诗人，你感觉你足可怜的，你也无想要出去甲人接触，你家己一个，敢若伫遐，愈想家己愈可怜，迄叫做 loneliness。solitude solitude 是翻做独处，独处毋是干那家己大人顶。我想上好的定义，上简单会当了解什么叫做 solitude？solitude 就是alone but not lonely。我家己一个，总是我袂感觉孤单，我袂感觉孤独。这需要信仰的贵人。这需要信仰的困难，这毋是咱家己做会到。我印象足深我伫三里尾时，我去探一个80几岁，迄个已经过身啊，伊80几岁，家己一个大乌巴桑，叫做 Mrs. McDougall。我迄阵差不多40桶的点，我去甲看，会当做伊的孙仔嘛，做伊的囝的孙仔，我去甲看，甲伊坐。我甲伊坐咧开讲的中间，我讲你感觉安那？你会感觉会真lonely咧？伊甲我讲，有时仔会啦，有时仔我嘛会啦，感觉 lonely。尾仔伊用英语伊安尼甲我讲，伊讲but I told myself， 伊讲伊感觉真 lonely 的是伊家己讲，伊家己讲 ，Don't be silly， 讲你免咱你遐尼戆，Don't be silly， 对，毋通遐尼戆啦。God is with you。伊讲伊家己安尼讲，伊甲讲，我感觉真孤单的时候，我甲家己讲，你是安那？上帝甲你伫地，你哪有孤独？因为我记即个故事，即个Mrs. McDougall讲，我有努力啦，总是我知影上帝甲我行，迄就是 solitude， 迄就是 solitude。咱家己一个人，若是 solitude 的时，你会晓省察你家己，你会晓伫你以外找袂孤单的方法，迄叫做 solitude。咱爱追求迄个 solitude。第二项，咱毋通袂记得有教会即个团体。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我昨昏去参加公园因妈妈的葬式，我偌久毋捌看到公园甲冠轩，偌久毋捌看到国泽甲迄落冠霖，大家拄着头一句拢真久毋捌看，有影咧。你甲想你足侪朋友拢真久毋捌看，大家相拄即摆拢讲真久毋捌看呢，真久毋捌看，毋是无爱看，袂当看。有人为着安尼真孤单，有人为着安尼 depress。咱的教会会当安尼做伙真感谢上帝呢。我更较感谢上帝，恁接纳互我来甲恁做伙呢。我嘛是足感谢。上帝互咱有亲人有朋友，咱爱保守。伫遮三关心三夫妻。这是真宝贝的代志呢。上头尾咱今仔日读马太耶稣伫遮嘛讲着七招啊，耶稣嘛讲着七招啊。耶稣伊伫犹太人中，伊一定对诗篇足熟的啦。你看伊伫十字架顶，伊所讲的话拢是对诗篇出来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事离开我？迄诗篇22篇，上帝伊讲上尾啊，伊讲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，迄嘛是诗篇的话。耶稣拢知影诗篇真济，伊咧讲七招的时，伊毋知有些102篇的七招也无，我毋知。总是伊讲的七招啊，真有意思。咱今仔日的圣经读关于耶稣关于七招的即个教示，路加若有，
路口呢，哦，一点仔无共款诶所在，有一点仔无啊。伫马太福音咱今仔日读吼，耶稣讲吼，两只赤鸟啊，减毋是卖一分钱嘛？若毋是恁诶天父有准，一只也袂加留地。伊讲两只1分钱吼。伫路加，伊讲5只赤鸟啊，减毋是卖2分银嘛？伫上帝面前，连一只也无袂记得。你有看无共款诶所在无？伫马太福音传耶稣讲2只赤鸟啊1仙钱，伫路加讲5只赤鸟啊2仙钱。一个心理学者威廉·巴克利，伊咧解说即个先讲一项真趣味诶代。伊讲吼，你要去买赤鸟，你若干若要开1分钱吼，你会当买2只。你若要开2分钱诶时候，迄个生意人互你5只，一只是无人要伫送你诶啦。威廉·巴克利讲吼，伊耶稣伫遮所讲诶是，连迄只人看袂起诶，咧烧送诶迄只吼，上帝都咧要紧啦。上帝是遐要紧啦，真趣味圣经解说法吼。连迄只人用送诶，人都毋知啊。上帝看伊做宝贝，耶稣伫遐讲，伫上帝面前，连一只也无袂记得。因为，过落去耶稣讲啥？两位拢共款，马太安尼，路加安尼，就讲恁毋免惊，恁比这赤鸟啊较值钱。过一个，讲连恁的头毛，上帝拢算过。我是讲耶稣在讲即个连头毛，上帝拢算过。听的人毋知有信啊无？老实讲，我主日就是听到这一头主日老师甲我讲，哪有迄落代志？头毛你是要安怎算？总是认为，咱知影吼，现代科学吼，偌济刑事案件是对一支头毛办案出来，恁知影这样代志嘛？敢是？认为，迄是咱的头毛的 structure 拢总无共款，逐支拢无共款呢。上帝一支啊一支做，你想讲伊袂晓算哦？真正是算过啦。咱拢真济岁啊吼。啊，伫台湾，我即个感觉即个我上早是迄个双联大学的人讲啦。啊，了吼，因迄个定定一个月拢差不多叫我去甲因分享一摆。这咱伫世间的中间，咱未免有时啊会感觉亲像旷野的鹈鹕鸟，亲像爬远的所在的鸟头鸟，啊嘛有时啊亲像伫厝顶的赤鸟啊。你若安尼感觉的时候，你毋通袂记你耶稣所讲的，上帝连迄只不爱人不爱猪的赤鸟，伊就看要紧。伊看你看我拢真要紧。这个诗篇102篇的作者真可贵的所在，伊甲上帝讲这话了，伊想倒转来，伫第12节，上尾仔咱今仔日读的，伊甲上帝讲。我真艰苦啦，我真孤单啦。总是伊甲上帝讲，独独你耶和华永远伫地，你互人纪念到万代。感谢上帝，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这个世间，阮有时感觉孤单，有时互朋友。反叛阮，出卖阮，真艰苦。有时阮袂免感觉无所在通去，无人通讲。阮感谢你，
有你通互阮吐开，互阮无求你，互阮无袂记得，管是你的形象所做的。阮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，拢真价值。你听阮，享受你的独身行互阮。阮感谢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